后来继续要来讲台湾的人口老化，伫咧长期照护这个部分真欠卡手，即摆就高级来创立照顾服务科，而且甲病院来合作，实习的期间保障月薪28000。除了一毕业就有头路，嘛会当提供大学升学的管道，希望安尼双管齐下，互学生毋免担心讲毕业就会失业。长辈手握好哦，然后要踩。 杯中杯化助兴器，一步一步向前行。学生伫边仔斟酌听，每一小动作拢爱注意。随着台湾人口高龄化，老人族群相关产业人力需求增加，尤其是安养中心或者病院的长照服务人员，通着一间高级创立照顾服务科，培养专业人才。松紧度大概可以放2指，不用太紧太松。 甲病院结合，对neu血压的动作学起，慢慢学习。虽然拢是长辈，生活的杂杂地地，但是小细节拢有大学问。可能要参与这些活动，让我自己更加深知识，然后让我可以给阿公更完整的照顾。伫校学的，等于就会当帮阿公阿嬷。校方嘛，甲业界已经合界合作，好学生毋惊毕业就无工作。 每个月保障28000元，然后在毕业之后保障32000，然后直升北商。透过产学合作，帮学生找出路，希望因拢会当成做长照的服务人员。